客從桃園中口廿多年來，引體推動民眾戲劇。舊年大體通過後成立嘅沙港媽媽劇團，都係三期劇場嘅示範。有隻機會，中口來到彰化太上鄉嘅台西村，伊想係透過正言劇場嘅方式，帶領村民同外界表達心聲，講出伊能長期面對六親無人嘅經過和個心情。中口佢第一批到中度嘅拜訪村民，訪問伊能。阿布斯頭路屯伊能做劇場工作坊嘅演練，而一群無表演基礎嘅村民，悄悄了解人生嘅表現和個反應嘅表達。台西村民唔很多人點點嘅本人犧牲下，伊能希望伊能嘅生命比歌有人聽得到，而用伊能10多年來嘅作業來影響台灣人，能白體面對工業經濟發展嘅世界，而做出更好嘅選擇。咱每一項攏講一解，即個講的時候，甲咱的介紹的時候講甲真清楚安尼，講甲真清楚，介紹家己就好，會使為啥安尼輪對？一天按布石頭蒙蒙嘅路燈下，一群人睇嘅材料，身體做劇場演練。講一個小較慢嘅我是中橋，我是柯文通。我是康萬富。有把機會，劇場桃園中口來到台西村，擔任村民做正言劇場，希望大幫戲劇來表達伊哋嘅心聲。帶一個彰化縣濁水溪旁台西嘅村民，基本上呢，也佢嘅漁業、農業也全部無法都生存落去，無法都生存落去呢，還冇要緊，還有眾多的就會講這癌症的這個村民，在這10年裡面發生。那在這個10年裡面發生的，因為這個六親場基本上是在雲林縣咩，佢就冇中視人家彰化縣也台西村，有安尼機會就來呀。同呀，安尼村民來做伊個正言劇場，甲電廠邊仔的人1、2、3，好放手，1、2、3，文通啊，你救難。10年嘅中口愛擔任村民去到台中口北港演出，講伊哋自家嘅故事，因為亞洲演員唔是表演過，中口特別設計愛伊哋男女錄像片。落實用嘅加拉方式講法就好。同嘅表演較無共用嘅一部分就係佢差唔多全部就係講佢嘅講法，講出佢嘅心聲。佢嘅心聲咧唔免佢寫嘅，免佢團隊寫嘅。每一擺來一時全部會同佢一條分享佢一條以前就係講做些事有乜嘅經驗嘛？以前也選發的時有乜嘅經驗嘛？就拿個老照片出來講故事。哎呀，6親來以後，以後佢一條狀況又是怎麼樣？就會按呢劇場。伊個長期本人聽表黑，下下愛支持自家嘅這種頭。條蛤蟆對中口上愛來擔任佢哋做正言劇場，咪係無依無依嘅，而且到中口用行動來證明伊係真心愛做嘅。一開始嘅時，佢一條咩感覺到講也有用無，也係講佢會想咩，想講是來呀，係唔係個就係講來採訪一下就做嘅人，當然冇咁簡單啦，佢就簽嘅就係講有個上新人，基本上嘅演員就係講每禮拜全部來。中口慢慢嚟去到總愛度拜訪，同村民打嘴鼓，上愛用訪談韓國村民了解台西村嘅發展過程，簽到6件對村民嘅生活，將來帶來很多乜嘅影響。有一個事情，我想很重要就講本來也係村民自己10年前就感覺講10年以後
也村总会整个灭村了，消失，不再有了，无人可以待呀，无人可以留下来呀，因为无法度生存啊，因为个癌症越来越严重的事情啊，但是因为做这样的事情，带给他们一些自信，带给他们愿意把声音传出去。叫为如像朋友样的出村入入归属史，做得怪自然的讲出相关调度的话，讲形容的讲热嚟嘅。哎呀，深头先啊，感觉怪怪啦，咱普通的习惯，你咧讲叫阮做普通时，阮咧安怎动作安怎晓就好了，顺其自然呐。在这种乡下的人哦，他很内敛，他着眼呐。那刚好钟桥钟老师用这样子的方式，刚好让村子里面的人有一个讲话的机会。中桥屯台市村民希望屯本等冒出3个控诉，透过艺术剧场嘅演出，屯村民受到6件负担。一个个案件先按无解释的情形讲出来，为社会大众来关心、来重视。历史上的这一种二元的对抗，这样的时代渐渐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了。对抗它仍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艺术、文学、文化的方式，它是比较有能量传递出去更多声音。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会讲年轻的人、年轻世代的人，我会感觉因为艺术也文化哈，它有生命感嘛，它有温度。社会的研究唔会感觉讲也就会懂，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面貌。我们要表达社会说，同样是在这个土地上的生活，为什么生活有2方面的不同啊？我们一直要自己在想，同样是人，我们要想到生命的尊严啊。为什么别地方没有这样子，我们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空气，有这样的污染？我们的诉求是要让人家知道，未来在台湾做任何的事情，在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的发展，在生活的所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取舍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取舍？我们这些人牺牲的，可不可以换到台湾的人所有在面对经济的发展跟工业的发展的抉择，能不能去理解，能不能去了解？